2025年咸水风炮的活动搭配农历的生肖，今年以着金蛇报喜、蛇年兴大运为主题，并且邀请到韩国舞团、甲着台南市各国中小的舞蹈团体伫咧现场表演，为今年的咸水风炮活动来揭开序幕。市长表示，台南咸水的风炮有驱邪甲祈安的传统意义，毋仅是转达代表性的民俗活动，更加名列世界三大民俗的庆典之一。每年吸引着真侪国内外的民众到场参与。尤其近期流感盛行，市长除了提醒大家爱来注疫苗，注意家己的健康状况，伊表示防疫嘛爱人嘛爱神。其实今年的盐水风炮的特色，炮程很多。天气也很好。大家知道其实风炮的缘起是为了去除瘟疫，就是让关圣帝君神威显赫，心威很也让把瘟疫赶走、驱除掉。但是最近大家知道这个流感蛮多的那很多大家都现在都开始去打疫苗，疫苗要打关圣帝君也要拜马爱吉、马爱行所以这个元宵节来到盐水看风炮感受这个关圣帝君的神威显赫、共沐神恩，这是上重要。主办单位咸水武庙欢迎国内外的民众做伙来咸水看风炮，每一座炮声拢是经过消防局安全检查，但嘛希望民众莫来动炮，希望大家看炮平安来，嘛能够安全来倒转去。风炮2天的时间，咱有前进指挥所，咱有设立1号站。这是会当顾咱所有游客安全，但是看风炮实在是足安全，因为咱每一座炮声拢经过消防局检查过，所以拢足安全。检查过了，带安全标章才会当放。但是看风炮爱有一个原则，就是讲离炮声5公尺，迄个唔通去动炮，迄上安全。互你炮甲动起来，伊迄炮是要有神明，要有管理讲。你甲动起来就无水啊！所以感谢讲大家来看炮，平安来，安全转去，明年搁来欢欢喜喜，逐年拢来看。为了让参与体验的民众会用生了欢喜，安全上界重要。现场嘛有消防人员亲自来示范完整的防护清查，服装以着棉质材料为主，另外暗棍甲着司机嘛爱注意防护，以及全罩式的安全帽。甲着棉质的手套顶，拢是袂用的来欠缺。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